原本这个是国有财产署拍远的主体用地，经过高雄局协调，先来开辟停车场，除了建设78室的停车位，疏解当地一直以来停车困难，同时嘛解决抗地现地的环境问题。30号开始对外试停到清明连续假期全部免费开放。场地小，不过对于永康区这个最近有很多的这个金钟二村的这个都更或者是相关的土地重划呢，我们知道永康区的这个不管是人口的这个成长或者是相关活动的聚集非常的密集，所以停车需求一直很殷切。那由于它也路小，所以我们积极跟盘点这个相关的闲置公有土地。那这块土地是国产署所有，所以我们跟他合作批建来活化使用。那分别是富华一街跟这个富华一街跟复兴路上，那总计可以提供78格的这个汽车停车格位。那希望可以对于附近殷切的停车需求能够有所疏解。请揭幕。好，我们看到了，是我们富华一街以及复兴路停车场正式完工启用，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伫其中，每天这位议员甲当地福国里、公福里等乡亲的见证，该停车场正式启用，甲市民见面。虽然福华一街甲复兴路加起来只有78室，面积无大，不过嘛拢算是永康的精华区。根据了解，黄市长将临2栋外来，包括路边、路外停车，已经加开辟2万室的空间。很谢谢我们交通局同仁的努力，跟国有财产局的协商能够找到这个土地，提供总共一个停车场提供55个汽车停车位，另一个停车场提供23个汽车停车位。我们在实际的需要来提供机车的停车位。总之，希望说提供给永康的民众一个好增加一些停车空间，避免造成形成的交通问题。也谢谢里长们的帮忙。也谢谢议员们对于这个垫付款的支持，让我们停车场能够很快的时间能够设置。高雄局表示，该停车场对清明连假以后得进行临港收费，避免有民众登记占用，同时要透过招商进行自动化收费管理。台南新闻，阮志何乔邦采访报道。